国际奥会公布今年难民代表队的名单，有来自11国36个运动员，因会参加12项运动比赛，算是历史上上大规模的难民队。也那举办开幕的塞纳河，即马已经整治好势，会当当作是比赛的场地。巴黎市中心还阁起一座跳水池，会当新20座收水池的雨量，来减少8月份落雨对塞纳河的污染。 国际奥会主席把好一个点名今年巴黎奥运难民代表队的成员名单，真侪选手听到家己当参加奥运拢真欢喜。这款运动员是来自全世界，包括叙利亚、苏丹、伊朗加阿富汗等11个国家，总共36人，将会参加巴黎奥运12项运动比赛，是史上规模上大的难民队。There, these elite athletes. Representing more than 100 million refugees and migrants around the world, should make them very proud. 国际奥会伫咧2016年里约奥运第一遍做一支10位运动员的难民代表队参加比赛，目的是要让大家注意难民的议题。 难民队是由国际奥会为了要帮助因为内乱、战争、歧视这个无法度抵抗的原因离开家己的国家的运动员，会当参加奥运所组成的队伍。巴黎奥运将会伫咧今年7月26开幕，塞纳河将会第一遍办开幕典礼加铁人3项马拉松游泳等比赛。法国总共开14亿欧元，比加代票500亿整治塞纳河。 也伫咧市中心的奥斯特里兹车站地下起一座大型的跳水池，要收集那是落强降雨的时阵落来雨水。 Donc cet ouvrage garantit que des épisodes d'orage très forts peuvent quand même permettre, puisque là c'est l'équivalent de 20 piscines olympiques. Hein. Avec ces avancées, avec ce travail collectif, au rendez-vous, au triple rendez-vous. D'abord de procurer à nos athlètes, aux athlètes du monde entier, un exceptionnel écrin sur la scène pour la tenue des épreuves. 2023年8月，巴黎就因为拄到正罕见的大雨加排水系统的闸门出问题，造成粪扫加无经过处理的废水，对河岸边满出排水管，还有下水道，规个拢流入去塞纳河。 伫迄当阵，雨水内面验出2种来自粪便的细菌，水质无达到欧洲的标准。若是造成迄当阵的奥运测试赛大部分拢取消，也互各界质疑，到时敢袂当互铁人3项加马拉松游泳选手伫咧遮比赛。这座30公尺深的大型跳水池，初日正式启用。若是到时落大雨，雨水还有无经过处理的污水，会先流来遮，处理过了才排河内面。巴黎市长也讲，伫咧奥运进前，有可能会甲总统马克宏最近伫塞纳河内面游泳。公司新闻郑伟林编写。